阿介，每ngày好食物嘅，上愛請阿爸去招希望。唔係啦，人之先生講，愛惜照讀書做些將留年起，向大家調查木他人去照好心物界。哦，原來係安尼，我好食胖當亂包。我哋安尼好心物界，安尼好心菜條飯。阿姨真見係我命幹，看到對對。阿姨，該唔知阿爸好食物嘅冇？阿爸好食飽，尤其係香噴噴嘅豬肉包。哈哈，冇唔錯，食飽當挑嫩，一定好食。阿妹，請問好食物界？大個冇限制價，吃麵包同牛嫩，營養又方便。阿姐，好食物界？我好食漢堡同果汁，大家好食嘅東西，做下冇通用。阿哥，我用說冇乜我好食物界，唔是冇咩啲，好食糖。阿姨，糖係當得，是唔得轉判事。我啲阿妹唔好聽阿哥聽菜講。阿妹，講叫冇做，唔做嘅菜條飯呢？聽講係禮拜六閒閒，條飯來吃。阿妹，有碰唔聽少。老啦。哦，你係應該第一課，後來因為看了第二課嘅動畫哦，第二課因上回900個還記得嗎？英語還記得因上回變成900個嗎？我聽就兩三，還記得嗎？幫忙晾衣服，還記不記得？哦，這個不是這個腔調，是大埔腔的。好，來，不許鬥哦。阿妹，我進來咧。阿姨，見俾頭學教要鬼魔，阿妹愛，一形容全部按歐洲，我妹唔知。日日將氣同物脫落來，拿去細心見解水槽表，等下阿妹同日嘅氣擼搶來。阿妹，落啦，我會食假食。阿爸，拖街做乜街？兩三啊，我同聽少。好啊，那三種本嚟好冇？好，阿爸，三種本羅甩。哇，足夠定人按做衫褲，你係阿大嘅長褲，你係阿妹嘅帽，你係阿爸嘅夾，你係阿妹嘅手巾，你係阿姐嘅裙，你係我嘅運動衫，你係阿姨嘅蓬線衫。就唔聽少，講嘅是人好咧。阿爸，下次拜我行愛，同鄉下人衫。阿強，很強。記得嗎？很強，哎，就是你很棒，還記得嗎？還記得嗎？啊，丁宇，很強就是什麼？你很棒，對不對？啊，很強。好，我們再來複習之前上過的動畫。後來來看第三課，第三課還記得講乜嘢嗎？一課係乜嘢？我住的家，哦，我寫嘅木卡，哦，來看嘅動畫，哈，我寫嘅木卡。阿爸，我哋進來咧。阿強，唔該落去落妹進來了。阿妹，挨頭做下，日日去細心見，同小細搶，將來識點心。阿妹落啦，
我能先去检房不用书包。阿乔，唔做按揭做乜噶？我要出爱先去骗手啦。安尼，唔夹夹去骗手。阿姊唔爱来，阿姐也系去阿哥家检房了。我无爱插我能写功课，我来请阿达了。阿达，阿达冇头天下。阿达，阿达冇头偏房。阿达，阿达冇头变情间。阿达，阿达家冇头偏手。阿达，领阿达摩托做好哦。安尼，我亲冇阿达打唔见咧。唔用什么亲某呢？阿达冇头做下，也冇头天下，也冇头四情间，也冇头偏手，也冇头检房。咩人簽嗌？挨啦，挨爱情阿达了啦。阿達可活船同偷偷四線，嘿哟，他期待挨也爱同偷偷细心。好，这个是讲什么？这一课重点是要教什么呢？讲场所哦，家里的场所有没有？卫生间啦、做哈啦、检房啦，这个都是在讲场地的。我们每一课会有一个重点哦，你有印象吗？有印象吗？啊，田宇，好，我过来看的 TC code 哈，NTC code 係講乜嘅 ？TC code，等一下 ，TC code 行路去學校。阿潮，今比下年我行路去學校哦。是的，喊阿爸在無，我家腳有27。但冇要緊啦，行路轉運動，身體將會康健。人人行路愛生意哦，我醒來去上班了。我哋未愛行路去學校咧。等下過太路愛行斑馬線，行了衝無。等下過太路還愛先看撞牆燈。牆燈將在行，矮啲咧，牆燈咧是在行咧。等下我先看照片上，我看照片上，我再看照片上，確定冇車將在過太路。一下冇車咧，在過咧。運動什麼？冇啦，冇啦。生意掉，行路愛行他船掉，將安全。好啦，挨啲咧，阿潮，行路唔好，見有事物，生意掉啦。好，阿姐落力。總算行到學校咧。下次吧，挨未喎，即家行路去學校咧。什麼是見有事物？田宇，你還知道什麼叫做見有事物嗎？邊走路邊扭屁股，因為他走路不正經，所以呢才會被那個摩托車撞到。他沒有注意啊，他沒有注意安全哦，所以他姐姐就跟他講說，行路唔好見有事物，唔好就是不要怎樣，不要怎樣，就是唔好。好，我們再來看我們今天的哦，那個凱維還沒上線哈，凱維 ，Hello。凱維有聽到老師的聲音嗎？凱維，有聽到先生嘅聲嗎？凱維好像還沒上線，那我們再等一下好了。我們看一下這個保護身體哦。凱維有出來了嗎？凱維還沒。好，來，來看你啊，保護身體 ，and 第5課，這是第5課的。阿潮，我冇做咗麻風房，阿姐。牙頭掉落通到完啦，冇做會切冇？唔會啦，屁講咩唔會切？阿潮啊，
義講愛聽字，行路愛生意。阿姐，愛啲啦，nhà tôi có dấu Hi. hiệu sao? 凯维老师您好，嗨，凯维老师您好，老师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听得到声音哦。哎，我这他边听得到的笑你声音容用，选还是在稀罕呢？这样子是好，我这边听得到那个凯维老师，你那边的声音我听得到好，，谢谢。好，OK，哎，凯维，你看得到老师吗？看得到。好，看得到哈。哎，凯维，你再坐后面一点点。哦，好好好，现在这样子很好。哦，看。哦，當叫冇看到。哎，凯维，當叫冇看到，什么意思？好久不见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老师说每次上课要跟老师打招呼。哦，當叫冇看到。婷宇，當叫冇看到，是不是？好久不见，我们1个礼拜才见一次面，还记得吗？哦，當叫冇看到。好，那老师今天，哎，當叫冇看到。啊，重新跟你到，跟老师念一遍。當叫冇看到。当就我看到。哎，當叫冇看到。哎，好久不见。对，那有时候我们不会说你好吗？客家人不会用国语说你好吗？可是我们有一样的意思哦，就是问人家吃饱没有啊？吃饱吗？哦，同时声音biết到吃饱吗？吃饱吗？哎，吃饱了没有？就是你好吗的意思啊，不知道哦。再一次，吃饱吗？吃饱吗？哎，就是你好吗？就是吃饱了没有？就是你好吗的意思。再来，如果再见呢？我们客家话也没有再见，客家话怎么说？再见要怎么说？好，同先生音biết到哦。有閒將來了，有閒將來了。将来哎，有空再来我家玩呐！啊，因为我们客家人是一个很好客的民族，所以呢，喜欢人家来家里做客啊，然后就说有閒將來了，有很将来了。很好哦。这个凯维讲的很标准哈、哦，有閒，有喊閒就是有空的时候哈、有閒將有來了，有有喊将来將了。了，对，很好。再一次哦，有閒將來了。有喊将来降了。票就是再见。那我问你哦，你好要怎么说？你好吗？去爆忙，吃饱吗？哎，去爆忙。还有好久不见，按叫冇看到，安久不刮到。哎，按叫冇看到，安久没看。这么久没有见面。是的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要开始上课了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呢，跟什么有关系？还记得吗？还记得吗？我们说第5课，我们这次教这个第5课跟我们的身体的器官有关系，对不对？还记不记得？还记得吗？好，忘记了哈。好，来，因为我们上次是第1次上课，而且我们上次上的时候还记得吗？它那个影片好像有点断断续续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动画咯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准备好了，那老師要播咯。阿潮，nhà một chú giống bà phong phổ. À dê, ngày thấu đều lồng thông đồ nhìn là bà chú với chít mỏ. Vui là khi con mẹ vui chít á chiều là khi con ôi thanh chi, thẳng lưu ôi xe nhi. À dê, ngày đi là nhà chơi đồ dũ nể sao? À, cho là với chít mỏ. Vui là用咩是在行路啊？阿潮，我聽法，好走了，都走上腳啦。他在笑夢用選，還是在識破呢？這樣定是，但係唔聽法，
下次拜通去老行暗是惨了，就存出来挨天红啦。阿强有用事嘞，阿姐，我爱冲到街小朋友偷钱啦，一街一头呢疯疯呢。该勇起，我两下子，哎呦，爱动太香哦！一日行过去通知几时哩？好啦，下次拜我通过啦。下次拜我唔敢嚟啦。好，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这个动画里面呢，有几个生词要教哈。来看，你喺八戒。好，同先生念咪到。逆弓，逆弓就是耳朵哈、有没有看到一个弓？体色是耳朵有公的有母的吗？有没有这样分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都习惯讲逆弓，不知道逆弓，逆弓，不知道逆弓。好，婷宇，你懂不懂？你说一次逆弓，逆弓，逆弓。逆弓，等一下，那个，逆等一下那个谁，海维，逆弓，海维，你听老师讲哦，这两个是不一样哦，一个是聂弓，一个是逆弓。逆弓，对你讲错了，你现在讲成了是蚂蚁咯。你听听看，你现在不要念，你听老师念这两个音有没有一样？逆弓、聂弓有没有一样？没有，没有，一个是耳朵，一个是蚂蚁。逆弓，再一次哦，逆弓、逆弓，聂弓，聂弓，哎，聂弓是蚂蚁，所以两个音不一样哦。好，注意听哦。好，来，逆弓，逆弓，很好。再来，鼻子呢？比赛屁弓，屁弓，哎，不是比赛，比赛是平时了啊。屁空，打字哎，屁弓， ，M U，哦，不知道。屁来，根，这两个都有弓，对不对？来，逆弓，逆弓，逆弓，屁弓，屁股，弓，不是放屁的屁，是屁。屁，哎，很好。来，凯维不知道，屁，屁弓，哎，锵，阿哥班加婷宇，怕弓，婷宇，怕弓，怕弓，屁弓，怕弓，屁弓，怕弓，逆，哎，屁弓，好，逆弓，怕屁弓，弓，脚，脚，腳是腳啊，兩隻腳。眼珠這，個是什麼？木珠，摸珠，哎，木珠。摸珠，那這個中間這裡面有沒有看到這個瞳孔？這個叫做有木珠眼，摸珠，哎，木珠眼。那如果是睫毛呢？像這個有沒有？有人說睫毛翹翹的人長得很漂亮，有沒有？這個翹翹這個叫做木珠毛。摸珠摸，那如果是上面這個眉毛呢？夢迷毛。梦里猫，哎，夢迷是就是那個眉毛夢迷啊。來，這眼睛整個眼睛我們叫做木珠。木珠。再來，這個音最不好發，我看誰會。來，凱維先講。看 joy， ，joy，哎，好，換婷宇 joy， 對 ，oy， 哎，啊，前面加個之 joy， 很好，好，來換凱維 joy， 哎 joy， 不是 joy，joy， 很好，好，過來哦，跳拿，跳拿，挑不知拿，道跳拿。那如果是頭髮要怎麼講？跳拿毛，哎，跳拿毛，哎不是偷拿毛哦，不要說偷拿毛哦，跳拿毛，哎，跳拿毛，有拿毛，跳拿毛，
哆啦 A 哎，好，来，我们来复习这6个哦，哈，来，逆弓、梦，地公，屁弓、屁公，木珠、木珠， joy，哎，叫，叫讲错了，叫，叫哎，joy，叫跳哪？都拿，那头发是什么？跳哪么？都拿毛，哎，好，来这6个哦，等一下老师要问哦，等一下要抢答喽。木珠、木珠珠，叫叫，啊哦，对不起，我按到别的。好，过来。哦，对不起，等一下，按这个 joy 转， joy 转，跳哪？都拿毛，屁弓、屁股，逆弓。地公，好，那我现在要问你喽，准备哦，自己要记分哦。好，来，凯维，都拿毛，跳哪？答对了，叫，叫木有木木珠，木珠猪木珠叫， joy， joy 哎，过来，屁股，地公，哎，答对了，婷宇，屁公婷宇看哦，屁弓。逆地弓，公，逆弓，好，那我现在换用讲国语，你来告诉我，嘴巴，叫，叫嘴巴怎么讲？叫，好，再来头，都拿，丢哪？脚，叫，叫，啊，鼻子，屁股，地公，屁弓，耳朵，逆弓，地公，逆弓，哎，敲敲敲，啊，眼睛，逆木珠，珠，木珠，木珠，哦，锵锵锵，哦，后来来看紧比的电子书给部分哈，电子书老师上次呢没有带着你念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哦。等一下，我有念到我们今天教过的器官呢，你要告诉我哦，你有看到了。来，第一句，牙木珠走马蜂蜂，有看到什么？那么就你呢？哎，猜猜看什么意思？眼他的睛，眼珠红红的，哎，左吧，凤凤，你的眼睛呐、木珠，猪来，木珠，讲一遍，木珠。哎，你的眼睛为什么是红红的？为什么呢？牙头就龙冲动人啦，他在走廊上怎么样？奔跑，奔跑撞到人了，撞到人要怎么他说？故意的，哎，冲到人会痛吗？会哦，撞到会痛。你有没有被走廊上被同学眼睛撞过、啊？会痛吗？有哈、会很痛，对不啦对？所以在走廊上不可以用跑的啊。好，我都再来，啊，穷说唔嘿，木珠会刺毛，他姐姐问眼他睛会说痛：“吗你？的眼睛会不会痛啊？”再一次哦，木珠会刺毛，木珠会刺毛。再一次拿会啦，眼睛会痛吗？再一次哦，木珠会刺毛，眼睛会不会痛啊？不会，哎木珠会刺毛。木珠什么是刺毛？刺是什么意思？擦屁股，刺不是不是，刺是什么意思？刺是痛，会不会痛？会不会痛？好那阿琼说什么？唔會啦，屁股咩唔會刺，哎呀，不会啦，我的鼻子也不会痛啊。那表示有没有撞到啊？有有撞到，但是没有撞得很严重哈。你講愛聽字，行路愛聲音，姐姐就说，你走路的时候啊，耳朵要听要清楚。清楚，哎，要听清楚再说啦。对呀、要听清楚。那听清楚要怎么讲？听听清。哎，耳朵你讲愛聽見。你講愛聽字，行路愛聲音，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叫做生意啊？洗耳朵，不是生意，走路要小心，就是生意，生意啊，生意啊。好，来，凯维老师问你哦，
生意是八个意思，生意就是走路要怎样？小心。哎，答对了，看，生意跟老师说一遍，生意，行路爱生意就是走路要小心呐。好，矮低了，什么是知矮地？道啦。我知道啦，牙嘴个有泥沙哦，你的嘴巴有什么？泥石头，沙。有沙子啦。啊，好啊，头哪会切毛？姐姐又问他说你哪里会不会痛？头哪会切毛？什么是头呢？头哪头哪？问他头会不会痛哈？唔会啦，就没事的行路啊。他的脚还能走路吗？可以啊。还可以哦。他说脚没事在行路哦。他说他的脚啊还是可以走路哦。好，来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那一页的动画哦，来配合动画哦。好，来，阿乔，牙木猪走马蜂蜂。阿姐，牙头就龍衝到完啦，木豬會切毛？唔會啦，屁講咩唔會切。阿喬啊，你講愛聽字，行路愛生意。阿姐，挨啲啦，牙嘴個有泥沙哦。啊，頭哪會切毛？唔會啦，仲未識得行路啊。阿喬，愛聽話，拖就龍，木就上腳啦。他的小萌用拳還是得識判呢。這樣的是，那係唔聽話，下次拜衝去老行暗死慘了，小蠢出來挨天胡啦。阿強，要用術咧？阿姐，我挨衝到個小朋友偷錢啦。家家額頭咩縫縫呢？該用起，我用啥事？哎呦，愛動太香哦！家家行過去通知灰事咧。好啦，下次拜愛聽話啦。下次拜愛唔敢嚟啦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动画的部分。好，那我們來看一下電子書。來，我們看一下哈，下一頁呢，這個對話老師帶着你們來看一下。來，這個愛聽話，拖就龍，木就上腳啦。什麼意思？什麼叫做愛聽話？要聽姐姐的話，哦，愛聽話，哦。那凱維，你在家裡爸爸媽媽有沒有告訴你說要聽話？沒有哦。那愛聽話，愛聽話哦，你愛聽話哦，要聽話哦。有啦，愛聽話。好，來，田先生講一道，愛聽話。愛聽話。哎，要聽話哦。好，那什麼叫做走上腳？你看一下，注意聽哦。愛聽話，拖就龍，木就上腳啦。什麼是走上腳？走上腳，猜猜看，什麼是走上腳？就是跑步的意思，在走廊上不要跑來跑去，跑步就是走上腳。要好來，愛聽話，拖就龍，木就上腳啦。那什麼地方才可以走上腳？不知道。操場操場啊，步場啊，運動場上是的啦。哦，走廊是唔得咯。哎，走廊是唔得走上腳。哦，再來阿強。他的小萌用拳還是得識判呢。哦，他說啊，好，幸幸好他的手啊沒有怎麼樣，好得小萌用拳。如果怎麼樣就會，哦，他的手要是斷掉的話，連吃飯都不能吃飯的。對嘛？所以他說啦，幸好我的手沒有怎樣。好得，跟老師說一遍，好得。來，那個凱維，你說一遍，好得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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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幸好。就是幸好。好，幸好就是好得，再一次好得。好得。哎，幸好我的手沒有怎樣，好得我小萌用拳。
来这一句我们来念一遍哦。好的，好的小朋友圈还是得吃饭呢。什么是喊食的 s h i p o n 呢？还可以怎样？走路。还可以吃饭呐、幸好手没怎么样，还能吃饭。姐姐有点骂他的意思哦，你听听看这句话什么意思？降低息，那是唔听话，下次拜冲去老汉人死惨了。哦，姐姐有点在生气咯。姐姐说降低息，降低息，降低息，那降低息，那是唔听话，下次拜冲去老汉人死惨了。来，这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降低息？吃这他姐姐在骂他了，意思就是啊，你就只知道要吃，爱吃的，你就只知道吃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只知道吃。这个是他姐姐在骂他了哈，意思说你走路都没有认真走路啊，你就只知道要吃啊。所以来这句跟老师说，降低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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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息，降低息，息，息，哎，息，息，哎，降低息，哎。是。那如果下一次不小心撞到绕行啊，就是下巴都掉下来了，那就惨了啦。那就惨了啦，完了啦，都不能讲话了啦，就不能讲话了。手伸出来，挨天虎啦。什么意思？手伸出来，挨天虎啦。哎，手伸出来。啊！他为什么要啊一声？不知道。又弄死嘞！啊，又怎么啦？姐姐说啊，你啊什么？又发生什么事情啦？手又被人家撞到了，因为他伸出去啦。不是，因为他发现前面有一个小朋友，那个小朋友就是被他撞到的那个小朋友。哦，他发现了，他说：本来冲到街小朋友偷钱啦！啊，被我撞到的小朋友就在前面呐。家家额头呢红红呢，他的额头也是怎么样？红红的，因为被阿松撞到了。该勇喜阿亮傻师，哎呦，爱动太香哦。哦，那时候两个人，他那时候被撞到的时候会哎呦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有没有被撞过？田宇你有被撞过吗？没有。你没有在走廊上被撞过，那你是守规矩的。那这个凯维，你有在走廊上文语冲动吗？你有没有被人家撞过？有哈，我也被小朋友撞到过呢，因为他们跑太快了，我根本来不及闪。那撞到了没有很痛？很痛，你会说什么？哎呦！哎呦，对，哦，而且呢，你应该怎么样？你撞到人，你应该要跟人家说什么？对不起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要说对不起咯。家家行過去通知灰是你，家家行過去通知灰是你，家家行過去通知灰是你。有没有听到有一个叫做灰犀利？有没有听到灰犀利？灰犀利就是跟人家说对不起。好，跟老师说。灰犀利，灰犀利，再一次哦。行過去通知灰犀利，來灰犀利，家家行過去通知灰犀利。灰犀利就是说对不起呀。好，来，我们來看一下動畫哦。到這邊的動畫來準備哦。槍爆炸了，鳳凰，阿姐，崖頭就龍衝到年啦。我做會切膜，唔會啦，講嘢唔會切打仗啊，講愛聽字，行路愛聲意。阿姐，捱啲啦，廿嘴個要嚟晒哦。啊，條哪會切膜？唔會啦，仲未識得行路啊。阿強，愛聽話，拖就落木就上腳啦。我的小夢用選還是得識判呢，降低息，那係唔聽話，下次拜衝去老漢人死慘了，手伸出來挨天虎啦。啊，阿強，要用選嘞，
阿姐，本来冲到街小朋友偷钱啦，一個頭呢鳳鳳呢，該種時我兩傻師，哎喲，愛動太香哦，日行過去通知灰是哩，好啦，下禮拜愛聽話啦，下禮拜我唔敢嚟啦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这一课的动画。那我们再复习一遍我们今天的这个生词的部分。好，来，生词的部分有哪些呢？都是跟什么有关？你看一下这张图，都跟什么有关？部位，都跟我们身体的部位有关，对不对？来，不行摸的地方。好了，硬功，屁股，来跟田先生一样多，屁功，屁股，木珠，目珠，好，过来 ，joy， 在，过来 ，脚，腳，好，有一个最后一个 ，tell 拿。頭拿，好，那老师今天要教你一个句型哦，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的？什么有是是超级好的？笑的，什么是是的？你猜猜看，是的，不是可以怎么样？哦，是的，就是可以怎么样？哦，就是是的。好，比如说我们造一个句子哦，我的小蒙唇还是在吸泡呢。哎呦，好的啦，幸好啊，我的手没有怎么样，还有没有是的？可以吃饭，还可以吃饭。饭所以呢，这个是的就是可以。那你如果问老师说，先生，我是的去偏手嘛？我可以去上厕所吗？那老师说是的，就是什么意思？可以，你可以去上厕所啊。那是的去偏手嘛？是的，就是可以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，一起念一遍什哦。么？来，好的，好的，小毛娘船。树木两尺，酿熊，幸好我的手没有怎么样，还是得吃饭，还可以吃饭呢。还是得吃饭。好，到这边，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呢教过的，我们来复习哦。我想看第一课比较好看。你要从第一课开始吗？好，第一课都是教什么？还记得吗？简单，食物，都是跟食物有关的。来复习，这是什么？牛奶，牛奶。这个呢？牛奶，很好。这个呢？包，货包。后面有游泳池哦。好。零食。懂得，乖。懂懂得就是零食。换，胖。果汁，果汁果汁。糖，面包。好，喝这干个句子呢？我喜欢吃，我好食。我喜欢吃饼干、糖果。我好食饭乱包。我喜欢吃饭配那个荷包蛋。这个饭的意思就是配啦哈。喜欢吃什么东西配什么。好，来，我好食饭乱包。我好食饭乱包。我喜欢吃饭，然后呢配这个蛋包。好，来，这一课的动画有看过了吗？还没。看过了。想问是叫好心物界？我好食物界。想愛唱阿爸是叫黑毛。係啦，林志先生講，愛是叫讀書做些將留年去，向大家調查目前人是叫好心物界。原來係安尼。我好食飯亂包。我哋安尼好心物界。安尼好事菜條辦，阿姨正經係我命干，
糖到堆堆。阿姨，该唔知阿爸好食白芥末？阿爸好食包，尤其係香噴噴嘅豬肉包。哈哈，冇唔錯，食飽當挑嫩，一定好食。阿妹，想問好食乜嘅？大早冇限制價，是麵包同牛嫩，營養又方便。阿姐，好食乜嘅？我好食漢堡同果汁。大家好食嘅東西，做下冇強用。阿哥，用說冇乜我好食乜嘅？唔是冇咩的，好食糖。阿姨，糖係當答，是唔得轉判事。我的阿妹，好聽阿哥清菜講。阿妹，講叫冇食到，唔做嘅菜頭班呢？天講係禮拜六，閒來打一場菜頭班來食。阿妹，我同聽少。老啦，好，这个是我们的第幾課啊？第一这个是我们的第幾課？第一課跟食物有關，對不對？哦，做下講食嘅東西哈，啊，做下講食來，牛白芥、牛嫩，牛嫩，啊，啲黑白芥，啲黑白芥，牛嫩，啊，啲黑白芥，長大長大，搭零食，啊，啲黑白芥，包括薄，薄或薄，啊，啲黑白芥，短錯，胖，破，看哎，是胖，啊，個汁啲黑白芥。個就果汁，果汁，啊，啊，啲黑白芥，錯，哎，麵包，麵包，啊，啲黑白芥，糖，糖，哦，來，過來看隻天衣褲芥哦，天衣褲係做下九白芥，天衣褲九白芥，搶答了嗎？這個都是什麼類的？衣服，哎，跟衣服有關的，來，通線衫，通線衫，啊，啲黑白芥衫，運動衫，運動衫，啊，啲黑白芥。裙，裙，好，來凱維，啲黑白芥，裙，就是裙子，啊，啲黑白芥，帽，帽，啊，啲黑白芥，長大，長褲，這個不是董搭啦，長褲，董搭是零食呢，啊，過來黑白芥，夾，哎，就是有點像背心哈，這個是什麼？黑，啊，要着黑，要着襪嘛，白芥係襪就是襪子。哦，過來哦，你黑白芥，你黑乜嘢芥？這個是誰的？你黑阿姐芥裙。哦，這什麼意思呢？你係阿姐嘅裙，這個是姐姐的什麼？裙子，裙子啊，阿姐啊，跟老師念一遍，阿姐就是姐姐，哎，阿姐就是姐姐啊，阿姐。你黑阿姐嘅裙，就是這是姐姐的什麼？裙子啊，這是姐姐的裙子哦。好，那我們來開始看動畫了。你們最喜歡的動畫，來看一下動畫。哥哥的裙子，哥哥怎麼會穿裙子？除非有一個人，有一個國家的人，他們就會穿裙子，就是蘇格蘭。蘇格蘭那邊，對啊，他們那邊你看到、他們表演那個風笛的時候，男生都要穿裙子呢，而且那個是，那個是他們很重要典禮的時候才會穿哦。平常他們也是跟我們一樣都穿褲子。那是表演的時候才穿。好，現在我們要來看動畫了。阿妹，我進來咧。阿姨，見俾頭學教要鬼魔，阿妹哦，一形容全部按歐洲，我妹唔知。日日將氣同物陀落來，
拿起洗衫间嘅水槽表，等下安尼同样嘅係愈搶來。安尼落力捱來切假食。阿爸，拖街做乜街？人三啊，捱通聽少。好啊，那三強本嚟好冇，好，阿爸，三強本羅力哇，足夠定人按過三คู่也係阿大嘅長褲，也係阿你嘅帽，也係阿爸嘅夾，也係阿妹嘅手巾，也係阿姐嘅裙，也係我嘅運動衫，也係阿姨嘅蓬線衫。叫唔聽少，當腳是人好咧。阿爸，下次拜我行愛通鄉下人衫。阿強，很強，好，很強就是你很棒哦，哈，很強。好，來，give me 兩面婷宇，很強啊，你很棒。啊，凱維，你怎麼不見了？凱維，很強，哦，很強哦。哎，誰叫我？是婷宇嗎？對。哦，婷宇，什麼事情呢？我該去上個廁所。下次上課之前要先怎麼樣？上要先上完廁所才可以哦，要記得趕快去。好，你現在趕去哦，去要趕快回來哦。好，後來萬兩第三課還記得是什麼？第三課，黑卡不卡？你看這裡面介紹的都是什麼？那個誰？房子裡面的有的。對，都是有的東西介紹房子裡面的場所，對不對？好，我們來看一下，這是什麼？間房。什麼是間房間房是什麼？房間就是間房。老師，我手都寫成間房啊。對，因為客家話跟我們的國語呢，有很多它是顛倒的。比如說，我舉一個例子哦，比如那個颱風。客家話怎麼說？風災顛倒。那很熱鬧，客家話怎麼說？鬧熱。哎，那客人呢？客人顛倒過來，你看。對，好，所以說有很多詞它會顛倒跟華語會是顛倒的。好，來，這個是什麼？天下。什麼是天下？客廳就是天下不知道。天下。浴堂洗心間。什麼地方？這是什麼地方？游泳池。浴堂洗心間是哪裡？游泳池。浴室，家裡怎麼會有游泳池？除非你家裡是豪宅呢，有錢人浴堂洗心間，這個你會吧？pencil，不是 pencil 哦，你講成英文了 ，pencil，啊，對啦 ，pencil，哎，看 pencil，所以張庭宇的滿形那位 keep pencil， 庭宇 keep pencil， 對不對？庭宇 keep pencil， 他去廁所了。好了，你係乜解？做下。那這個呢？你會的。哎，嘎嘎。穿鞋子就走了呢。哎，沒有穿鞋子就跑走了，嘎嘎。嘎嘎。啊，嘎嘎就是快一點哦。好，這個呢？這句話什麼意思？拖做下。我在廚房，拖做下。我在廚房。好，誰回來了？庭宇進來的係嘛？庭宇進來的。原來看日動畫哦。原來看日課嘅動畫，來第三課嘅動畫。原來複習一下。嗱，你進來咧。阿強，
但老天老妹進來了。挨頭做下，日日起細心見，同小細講，將來識點心。安尼落力，我能先去檢房不用書包。阿潮，唔就按腳做乜解？我要出愛先去偏手啦。安尼唔夾夾去偏手。阿姊唔愛來阿姐也係去阿哥家檢房了。我冇愛抄人能寫功課，我來請阿達了。阿達，阿達冇頭天下。阿達，阿達冇頭檢房。阿達，阿達冇頭細心見。阿達，阿達家冇頭偏手。阿達。阿達冇頭做下哦。安尼，我請問阿達打唔見咧。唔用選我親冇呢？阿達冇頭做下，加冇頭天下，加冇頭細心見，加冇頭偏手，加冇頭檢房。咩人簽嗌？嗌啦，嗌愛請阿達了啦。阿達土木船同偷偷細心。係啊，他貼大眼也愛同偷偷細心。好，这个 Telltale 是他们家的什么？还记得吗？他们家那只狗，可是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看到 Telltale 跑出来，对不对？好像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看过 Telltale 哈。好，那老师问你，下次我们上课之前呢，要先做什么事情？看Telltale，不是看 Telltale，先去偏手，先去偏手，什么意思？厕所。对，要先上完厕所，这样才不会说上课上到一半突然间说老师我要去偏手。那你下次要去偏手，要跟老师用客家话讲。好，来，老师现在教你哦。I是的，要爆炸了。去偏手么？去偏什么？哎，那个么就是我没什么懂什么妈，那个妈哦。是的，去偏手么？来哦。I是的去偏手么？可以去偏什么？好，老师讲慢一点哦。I是的。去偏手么？哎，再一次哦。I是的。去偏手。哎，去偏手么？前面加一个老师，你要问老师说，老师，我可以去上厕所吗？先生。有啦。I是的。去偏手么？哎，就是我可以去上厕所吗？这样会不会？好，那我们要下课了，要跟老师说谢谢。要怎么说？哎，有喊降来了，还没？有喊降来了，有喊降来了，先生落啦。有喊降来了。好，来，那个凯维，你先说一遍，先生落啦。有喊降来了。哦，凯维，拜拜。我收那个咯。哦，明年聽語班唔講，先生落啦。有喊降來了哦。好，那你们按中间红色的那个电话把它按掉。好，